經過歲月嘅洗禮，就算幾堂皇嘅甲級商業大廈，都難免要面對變舊嘅事實。例如呢啲大廈外牆嘅鋁板因為氧化而變舊，一般翻新工程唔單止費用昂貴，仲需時進行，影響用戶，同時影響外觀同形象。呢個時候 3M 裝飾貼膜可以為你提供最佳嘅解決方案。因為 3M 裝飾貼膜安裝容易省時，可以大大減低成本同滋擾嘅程度，相比其他嘅翻新方法更高效益。只需要先將有污漬嘅表面進行基本嘅清潔，然後就可以進行表貼。3M 裝飾貼膜除咗為客戶提供一啲基本嘅顏色選擇，我哋仲可以按客戶要求度身訂造專有嘅顏色，務求達至最理想嘅翻新效果。3M 特製嘅 ControlTech 180系列裝飾貼膜耐用持久，可以保持10年嘅使用期。而 3M 嘅技術團隊為客戶提供一條龍嘅完整解決方案，包括安裝前嘅物料測試、籌備、安裝工程執行同技術支援等等，仲有5年保養，自然令客戶無後顧之憂。除咗大廈外牆之外，其實室內嘅裝修，例如門身、牆身，甚至天花裝飾等，都可以利用 3M 裝飾貼膜，響一夜之間變得煥然一新。3M